號。咦，睇下嗰邊，正式開始啦！第一組嘅朋友仔可以上台啦。影完相嘅朋友仔記得攞住你個人物品，唔好留低嘢啊！記得去埋海運觀點揾7米高嘅巨型史迪仔 Wisher， 佢企喺維港前面等緊同大家打卡㗎，鋪埋張相上 social media 爆寶爆 like 啊！頭先提及嘅捐款活動所得收益將會全數撥去願望成真基金，做善事又有禮物拎，仲等啲乜嘢啊？快啲！